J Property 今日帶大家睇2024年全新落成，位於南國江嘅46層高級豪宅 Chilia Tower。落樓就有大型超級市場同埋藥妝店，步行100米直達橙街，生活超方便啊！嚟到13樓2房戶型，玄關左手邊係超大容量嘅到頂鞋櫃，收納冇煩惱。然後係乾濕分離嘅浴室，有寬敞嘅梳洗空間以及洗衣機專屬位置。走廊設有額外嘅儲物櫃，獨立洗手間配智能廁所，仲有上方吊櫃，空間利用到極致。走入226尺嘅客飯廳，單位向東，陽光充足，開放式廚房配備 IH 爐，後方預留雪櫃位。嚟到左邊主人房，房間東面向露台，開揚景觀，盡收眼底。配備步入式衣帽間，再多衫都唔使怕。穿過客廳嚟到另一間房，格局方正，配有入牆衣櫃。一樓大堂就好似星級酒店咁高級，對住落地玻璃同綠化園景，喺度飲杯咖啡放鬆下，享受慢生活就最嘆啦！想成為日本豪宅業主就即刻聯絡我哋啦，符合條件更有機會可以貸款。